在《血中悍刀行》第1季结尾中，徐凤年结束了自己的第2次游历江湖。这一次的江湖之旅对他来说是收获巨大的。老黄以命为铁，迎世子进江湖；李成刚护他白马出凉州，让他对江湖有了新的看法。回归北凉的他，马上又要准备自己的第3次游历了。而这第3次游历，便是去那危机四伏的北莽。回归北凉腊月28这天，按照往年的习俗，徐凤年祭奠了自己已经去世的母亲。这一日过后，他就要正式的开启自己的北莽之行了。作为北凉王世子，这个天下身份最尊贵的人之一，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他的动静。孤身入北莽的他，可以说是羊入虎口。为了掩人耳目，徐凤年找到了一个名叫鱼龙帮的帮派，和他们一起同行。鱼龙帮的帮主是一位姓刘的拳术高手，年轻时期颇有名气，创立了鱼龙帮。可如今的他已经年老体衰，没有高手作战的鱼龙帮也只能算是3流的小帮会。为了帮派能够生存下去，鱼龙帮的人干起了古代镖局的生意，行走在北凉和北莽的边界小城之间。当徐凤年来到此处时，鱼龙帮正帮着一位将门弟子运送一些绸缎，准备将这些绸缎在一个叫做留下城的地方销售。这一趟生意赚不了多少钱，之所以会接这单生意，是因为这位将门弟子有一位有实权的老爹。鱼龙帮为了生存下去，不敢得罪这位将门子弟。这次走镖的不是老帮主，而是老帮主的孙女刘妮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二帮主萧枪。这位二帮主是一位剑术高手，待人接物都很和善，在鱼龙帮中威望很高。徐凤年混在这群人当中，明面上是将门子弟派过来保护货物的，不过在刘妮蓉等人的眼中，都认为他是来监督众人的，防止众人干些见财起意、偷拿货物的事情。因为这个原因，从徐凤年进入队伍的第1天开始，这些人都在刻意的冷落他。徐凤年混入鱼龙帮，跟着送镖的队伍前往北莽留下城。因为被误认为是将门子弟安排过来监督众人的，鱼龙帮众人对徐凤年并不友好，包括刘妮蓉在内的人都在冷落他。对此，徐凤年并不在乎，他倒是乐得清静。在这种氛围下，押运队伍一路前行，途中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。一段时间后，终于到达了北凉和北莽的交界处，一处名叫倒马关的地方。一行人在这个地方落脚，稍作休整。徐凤年买了一串糖葫芦，此时他的旁边有2个人正在擂台上比试，那3脚猫的功夫让他没有兴趣看下去。正在他准备咬下糖葫芦的时候，一位名叫赵佑松的小男孩跑到他的身边，盯着他手中的糖葫芦咽了口口水。见状，徐凤年把手中的糖葫芦递给了他，可小男孩却抬手指了指他的腰间，看着徐凤年的春雷刀，看那意思好像是想摸一摸这把奇特的刀。徐凤年笑了笑，将佩刀摘下来交给了他。接过了刀的小男孩满眼欢喜，抱着春雷欢呼雀跃，看那样子好像是抱着这把刀就拥有了整个江湖。玩着刀的小孩和徐凤年唠起了嗑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位身段妖娆的妇女走到了小男孩的身边，对着小男孩说道：“佑松，快将刀还给这位公子。”这小男孩见自己的娘亲来了，便十分不舍地将刀还给了徐凤年。还过刀后，妇女带着孩子离开了。后来徐凤年才知道，这位女子是一位北凉兵卒的妻子，她的丈夫战死了，每个月只能靠着抚恤银生活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这妇人显然是吃了很多闲言碎语的苦，便带着孩子一言不发地离开了。这些年来，有不少人看她生得美艳，想娶她为妻，这当中甚至有不少带了军功的男人，可都被她给婉拒了。书接上文，就在徐凤年目送着妇人带着孩子离开的时候，鱼龙帮那边传来了消息，原来是刘妮蓉想对守城的官兵出示路引后就赶紧出关，结果这一次的官兵一反常态，故意刁难他们，说这路引有问题，非要他们在关内再等1天。刘妮蓉虽说是一个女子，但这么多年在江湖当中摸爬滚打，对于这种事情也敏锐地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于是便多生了几分警惕。虽然知道有些古怪，但鱼龙帮作为一个3流的小帮派，没有根基和实力的他们想要生存下去，就只能处处小心，谁都不敢去得罪。受到这种委屈，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面咽。权衡片刻后，刘妮蓉随即命令手底下的几十号人找了个酒楼休息，准备第2天天一亮就赶路，心中祈祷着千万不要出事儿。可正应了那句话，心里越是怕啥就越来啥。这次的守城官兵之所以不让他们出城，其实根本不是那所
所谓路引的问题，而是有人准备对鱼龙帮动手了。鱼龙帮得罪的人叫做周自如，是倒马关守将的儿子。小心谨慎的鱼龙帮之所以会得罪他，还是因为二帮主萧枪早年间他得罪了一批仇家，而这些仇家正好认识周自如，于是便请他出手对付鱼龙帮。除了对付鱼龙帮之外，周自如的目标其实是刘尼荣。对此毫不知情的刘尼荣带领着手下住进了一家酒馆，徐凤年不受待见，于是分到了最差的一个房间。和他一同分到此处的还有一个叫王大石的年轻人，为人憨厚的他经常会被师兄弟们欺负，可能是因为一样不受待见，所以他对徐凤年还不错。两人分到同一间房，也算是同病相怜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倒也不孤单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当中，徐凤年的第3次江湖之旅是在北莽。孤身进入北莽的他十分的危险，不仅北凉北莽关注着他的行踪，黎阳王朝那边也派了碟子打探他的消息。这种情况下，他又是怎么混进北莽的呢？书接上文，徐凤年和王大石被分到了一间最差的房间。就在二人准备休息时，外面传来了几队人马赶来的声音。该来的总归还是逃不掉的，鱼龙帮的麻烦来了。而且来找麻烦的还不止一股势力，而是3股。这3股势力当中，第1股就是带了几十位边军的周自如，第2股则是不知身份的北莽女子，然后第3股就是萧枪得罪的江湖仇家了。这3股势力当中，对于鱼龙帮威胁最大的，自然就是周自如的边军了。毕竟在北凉的地界，谁要是和当兵的过不去，那就是找死了。虽说像周自如这种身份的官员，平常时候连见徐凤年一面的资格都没有，但在倒马关这1亩3分地儿，也算是有权有势的土霸主了。不是那3流势力的鱼龙帮敢得罪的。周自如坐在马上，看着2楼的刘尼荣喊道：“边军前来捉拿匪寇，闲杂人等赶快退去！”话音刚落，2楼就传来了一声大喊：“爷爷今天被毒死在这儿，算老子阴沟里翻船。不过爷爷我鱼龙帮几十位兄弟在这儿，有不怕死的，尽管上来。”书接上文，周自如带兵剿匪酒馆，在他喊完话后，2楼传来了一声回答，无疑是坐实了鱼龙帮勾结歹人的罪名。而这人正是周自如安排在2楼的卧底，名叫赵颖川。此时的赵颖川看着暴怒的刘尼荣说道：“我二哥周自如看上你了，识相的话，你做他的女人，有他帮衬，日后你们鱼龙帮往来北凉和北莽畅通无阻。不过我二哥已经有妻子了，刘小姐，你就做个没名没分的小妾吧，这也算是你们鱼龙帮攀上高枝了。”刘尼荣气到涨红了脸。虽说她不是什么显赫家族的贵女，可她从小也是被爷爷呵护着长大的，哪能听得了这样的污秽言语呀？当即抽出了刀，要和赵颖川拼命。只可惜作为女子的她学艺不精，很快便被打得没有了还手之力。眼看着刘尼荣就要被拿下，鱼龙帮的众人无人敢上前。虽说是经常混迹江湖的人物，但真碰上军方的势力，鱼龙帮这群底层人物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危急时刻，只有一个憨厚老实的王大石冲了上去，可笨手笨脚的他照顾自己都费劲儿，更别说帮刘尼荣了。因此上去了也只是帮倒忙。王大石刚一上去就被赵颖川给擒住。就在他提着王大石威胁刘尼荣的时候，一直在旁边观看的徐凤年出手了。只见他一记手刀，直接击碎了赵颖川的脊梁，对着地上宛如死狗的他不屑一顾地说道：“杀个人都磨磨唧唧的，像个娘们儿一样。